小朋友好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。搁到儿童信息，可能大家敢若我无啥欢喜，因为儿童信息愈来愈歹讲。因为小朋友伫这个中间，因所听到的越来越清楚，比牧师讲的还要仔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。下面的线可能没有接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蛤蜊之歌》。啥会叫做蛤蜊？蛤蟆。哦，你看，所以故事愈来愈歹讲，就是安尼哦。想要讲来讲一个你唔知的真愈来愈困难啦。蛤蜊就是蛤蟆，你也知影蛤蟆？蛤蟆敢好食？好吃。安那好食？用烤的。用烤的，会有汁，还有嘞？蛤蟆在哪里？长在树上吗？蛤蟆在海里，长在。所以迄个儿童信息愈来愈歹困难。有一个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米妮。哦，妮妮哦。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妮妮，他换了学校。第一天，新学期到学校上课，可是他开学第一天上完课就气冲冲的跑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原因。然后一回来，他就躲进了房间就进了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妈妈就在那边叫：“妮妮，妮妮，你今天上学怎么样？今天上学好吗？”不好。今天做礼拜好吗？妮妮，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伤心？你怎样？他趴在哪里？趴在厨房的餐桌上，然后不喜欢讲话，不想要讲话，因为他觉得学校的同学今天第一天上课，后面那一个人一直在踢他的椅子，然后前面那个人一直转过头回来看，不晓得在看什么。然后又有一些同学很奇怪就是躲一群人在旁边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转过来在那边叽里呱啦。那个莫妮卡今天不晓得为什么鞋子穿那么高，然后那个伊恩跟阿文他们两个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鞋子都不对袜子也不对衣服也不对全身那个衣服都没有一个对的，什么？外套也不对然后鞋子也不对哇，那个谁怎样那个爱今天那个头发绑那个样子，是要来把所有的男生都吸引走吗？他就在那边讲说今天学校的同学怎么样，然后妈妈就没有回答他，但是告诉他说：妮妮，今天我们要吃什么？蛤蜊。可是我要蛤蟆我们要讲蛤蟆，听到较习惯。今天要吃蛤蟆啦，所以那个蛤蟆可不可以有坏掉的？不可以，但是如果有一颗臭掉的蛤蟆在汤里面，整锅煮起来会怎样？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就不好。原本蛤蟆应该要很香甜、鲜美的，结果有一颗臭掉的蛤蟆进去，整个味道就不对了。所以妈妈请这个妮妮要把蛤蟆怎样？坏掉的挑出来，把坏掉的挑出来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第一个要拿起一个蛤蟆，然后再拿起一堆蛤蟆，然后一颗一颗怎样？两个蛤蟆怎样？扣，敲看那个声音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妮妮妈妈就教了妮妮这个方法，然后妮妮就开始做，她就开始敲了。结果妮妮拿了一颗蛤蟆起来，从第一颗开始，扣，扣是什么？如果是咔的，哪一个
新鲜的声音会比较高还比较低？声音会比较高，所以咔咔咔，它就是好的。结果第一颗敲起来怎样？空空空，几条半，草皮啊，放一边。第二颗拿起来敲一敲，空空空，又是空空空，然后又放一起，因为它是坏掉的。第三颗拿起来再来敲，空空空，又是空空空。好了，继续空下去，我们今天就不用做礼拜了。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它全部都敲完了，全部都是什么？空空空，哇，唱啊！跟妈妈讲，妈妈，今天所有的蛤蟆都是坏的，都是坏掉的。哇，这个妮妮这样哦，全部都敲完了，你看哦，全部都敲完了哦，然后发现怎么全部都是坏掉的，他就跟妈妈讲，妈妈，你今天买的蛤蟆都是坏的，因为敲起来全部都是空空空。哇，惨啊！一声妈妈面子挂袂了啊！真的吗？啊，迄个菜市啊，迄个吼看起来足古意的呢，敢不是白蛤蟆应该品质爱袂歹较对啊？为什么今天卖的全部敲起来全部都是空空空？哇！所以这个妈妈哦，又重新检查一遍这些蛤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结果她发现哪一颗蛤蟆是坏掉的？你拿起来的第一颗蛤蟆是坏掉的，所以她把那颗蛤蟆挑起来。其他的蛤蟆再拿起来，一颗一颗轮流敲，就变成咔咔咔，声音比较高，所以那个蛤蟆就是好的。可不可以煮汤？可以。哇，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。整盆的蛤蟆里面其实坏掉了几颗？一颗，就是哪一颗？第一颗。所以，当用那一颗坏掉的蛤蟆来检查其他所有的蛤蟆的时候，所有的蛤蟆感觉敲起来的声音都是空空空，是坏掉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哪一颗换掉？第一颗，把第一颗蛤蟆换掉。所以妈妈又跟妮妮讲：“你今天哦到学校去，说不定哦不是同学对你不好搞不好哦。”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，同学好像要陷害我，所以你看每一个同学都怎样，扣扣扣还是咔咔咔。当我们心里面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变成空空空，是不好的。所以妈妈跟妮妮讲，你再换啊，你明天去学校的时候。换一个想法跟态度，然后你去到学校，试着去跟同学讲话，你再试试看，说不定啊，不是所有的同学有问题，只有一个有问题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在害怕，所以敲起来就空空空。好，这个妮妮就真的到学校去了。隔天到学校去的时候，后面那个同学在那边拉他的椅子的。妮妮就转过去问他说：“同学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结果他告诉他说什么？没事，下课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玩？然后前面的同学转过头来看着妮妮，告诉他，然后妮妮就问他说：“请问前面的同学有什么事？”前面的同学说什么？你愿不愿意跟我交朋友？旁边的同学，一群同学挤在那边，窃窃私语说：“哇，那个妮妮啊，头发啊，爱啊，头发好可爱，我也想要跟她有一样的头发。我回去哦，想要找我妈妈把我的头发绑得像她一样。然后啊，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个当中，因为心态不一样，然后我们有正确的反应。”所有同学对他的关系从空空空变成什么？锵锵锵！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？有吗？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？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看全世界都不美好。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看全世界敲出来的声音都是空空空。但是事实上，整个世界没有对不起我，唯一有问题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的心。
所以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样功课好不好？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又需要跟人家讲话，我们又需要去做事的时候，转一个念头，转一个想法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试着跟上帝说：上帝啊，帮助我，让我不要用不好的心情来看待别人。所以这样我们看待每一个人，就会变成咔咔咔还是扣扣扣，咔咔咔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次好不好？看所有的阿公阿嬷，咔咔咔还扣扣扣。啊，一起来看哦，预备来，咔咔咔，来看你的旁边，告诉他咔咔咔。哎，咔咔大声的啦！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哦，预备来。谢谢大家。